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字，这个字都有关于皮的意思，像咱常来讲注写；另外嘛有飘明、飘逝的意思，像注音；另外一个音读做度，这个度都有跋筊、考字啊意思，像咱讲角度、落度；另外算钱的单位嘛是读做度，像咱讲一度钱。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字文代表生意定、意欲要订货，这是为日本话来的，像讲这项物件都爱注文，无限卖。第二个词都爱读做大度，代表一条真大条的钱，像咱讲做生意赚大度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这项限定版的鞋啊无限卖，一寡球迷摕大度现金来到现场注文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字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度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